合同杯街舞比赛3天前伫台南举办以后，已经成为迄段期间青少年注目的焦点。今年定8月3号的比赛，为了让全国想要挑战家己的舞龄歌手，拢做回来架舞。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23号共同举办记者会来宣传。也邀请去年第3名黎明高中国中部以及新营高中生前来表演展现舞艺。希望呢，青少年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他们的人生特殊的阶段，可以化成一个特别的力量，透过一个街舞的比赛，然后呢，把这些同才之间的努力、团队合作，获得一个特殊的、充满自信的，或者是一个学习的、互相学习的一个团队的力量。明年第4届街舞比赛将受理各高中各15队，而且嘛有数落的赛制，要互介意街舞的青少年有一个舞台，充分展现自信，来为人生留下记录，甚至成为台湾街舞的明日之星。但是文化局强调，街舞已经不是次文化，而是一种风调。街舞就是在户外一个非常随性的场地，开放的场地。那3、5朋友大家聚集起来就可以跳的，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种次文化的表现，它反而是青少年展现自我、表现热情、展现活力，还有展现一些那个舞蹈技能这样子很重要的一种文化艺术的一个展演计划当地形象建设董事长大力赞助，奖金加倍以后，确实嘛，好这学生心动准备登卡球。喜欢跳舞，然后就跟着一起练，跟着一起跳，然后刚好就得名，然后就刚好也有奖金，就一举2得。就是有钱嘛，然后又有一点金，就是让我们有出去比赛的机会，就是有一个经验，然后之后就更不会紧张。虽然街舞应该在街头，不过今年迄落绝对袂当超过街舞盛事，就伫台南文化中心的专业舞台来请拼，嘛要请乡亲做伙来加油。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